最後，喺多謝大家嚟臨今次嘅入門聖事之餘，我哋一班新教友希望藉住一首我哋嘅兄弟李家豪先生改編過嘅《愛是不保留》嘅歌詞，名為《新愛是不保留》。裏面嘅歌詞代表住我哋對我哋一班舞蹈班嘅導師嘅感謝，與求聖神嘅恩典，亦都希望主降福俾大家。聽說世界愛沒長久，哪裏會有愛無盡頭？沉重的愛只在乎擁有，一刻燦爛便要走。你對我說愛是恒久。信去尋自由，如像春天分手恩典降下，靈魂才得救。為我準備唯一的洗禮，為主撫摸像已僵化了的心。在受基督愛在奔流，流入心中使我信望愛不休。奉上生命全歸主所有，更感激那造我歸向主的手，教我確定今生再沒所求，唯獨為主稱讚而足。愛是恒久，教我信盡的自由，如像春風分手苦痛，恩典降下，靈魂才得救。是我就算多麼長節滿足快，哪怕風雨亦要當我主。快樂哀愁，懷內天主的愛陪伴我分憂，若過我主愛情我的所有，用主旨意的決心與他廝守，教我決定今生再沒所求，唯獨得主稱讚而足夠。盒裏邊係我哋少少嘅心意，係新教友俾今年我哋入門聖事一個紀念品，當中係一個手機座。我係想提醒翻大家，我哋好多時候喺現今科技發達，好多嘢會令到我哋分心，好多時候電話未必係一個好嘅文件。當我哋將個電話放喺個電話座嘅時候，不妨望下側邊嘅一句説話，係馬竇福音25章40節，我哋不妨服務身邊最小嘅弟兄。希望呢個紀念品可以俾大家一個提示。多謝大家。